1到5前3几公里前到50公，再1公，3几公，分到1公，再1公，3几公。风险付钱的慈悲前到1公，分到1公。大家晚安。好，顾先生晚安。kamu. Phụ trách rồi, cảm ơn. Bên hơi xịn quay thời gian kiếm là học vì nên saya chất số chúng ta để cho sinh hoạt và để sinh hoạt cái lý想是变化để cho sinh hoạt因为伊的这个团队较大，甲第7分伊的团队较大，后来伊较大，当然伊咧讲较少变，后来咱已经讲过一遍，咱这遍就是对讲起来，咱这段当中上来讲伊大概一个概念啦咱之前就其实这就是这个案的拢总是分文咱过去是讲到历史历史所地文学史经千改未出，体育遗缺二别发言，其有写出不宣无时成清平典，我将识别负担未文如是之经，应该是进行。咱用电话签这段话啦这段话是咱进行为了上调这部金黄经，恐惊要对后壁这部话甲切落，为了听可能会真辛苦。所以我做简单，就是以咱这段当中这个学习者，因为咱最需要就是要听。毋是要讲紧，所以呢，听有，咱当爱想要听。会参照讲一个辅导，你一直学步，一直学步，你学了有趣味，你才想要学步。这个辅导，你若所学吞落，拢无意义。你会要学步的，你嘛袂安尼想学。咱讲的这个经典，你若看无味，就参照拄则心大哥我哋咧讲。这个经典，因为咱我写一本迄个心经，伊甲我讲不建议，我是建议咧翻译本圣经我你内底讲到对小乘，讲到对用心，小乘是讲这个考试练得嘛，中乘讲12用法嘛，大乘讲6多万用法最上乘。所以伫这内底当中，伊去看这部圣经，伊看法，伊有感受这部经确实是一个真正不可思议的经典。其实你若看你就爱了解。这部圣经甲咱金刚经翻的有金刚经，你若敢会意原来是
写啥话？有，完全是写啥？甚至较早呢，就已经完全是啥啊？因为伊的名词用无相共尔，但是伊的实相的道理，迄个实相的道理若无相共，迄拢叫做外道，迄拢叫做外道。啊，若依照迄个正道内底当中，因为伊完全写啥？我来讲一个足简单的比喻，你就听啦吼。我教的圣人，我教的圣人，就参像五杯水的设定，五杯水的设定啊。那你道教、甲佛教、甲儒教、甲基督教、甲回教，因叫做教，教就是应生成一个教。那安尼甲解说起来当中呢，迄个五杯水，伊内底的五杯的颜色无相像，但形成一种叫做教，叫做因缘生发。因缘生发的火教，因缘生发的道教，因缘生发的儒教。因缘生发火教，甲因缘生发佛教，但是迄叫做因缘生化，所以伊成一个教。但这个教内底较袂道，这教内底毋是道。但是伊这个教的内底，这杯咖啡叫做火教，安尼解释。但是咖啡有离开这杯白水无？咖啡无离开白水啦。哦，但是佛教，甲叫做咱靠地地，伊有离开了咱的白水无？无啦吼。啊，儒教，咱甲叫做汽水，儒教啦，伊嘛是有当是白水去泡成，但是所以五教五杯水内底当中，拢无离开白水。安尼听有无？无白水，伊的饮料就会显现出来。但是因为一种的色，因为一种的咖啡。因为你爱食咖啡，所以你才去泡咖啡。安尼叫做哪？我对佛教，我对佛教有兴趣，你会走去佛教去。但是你对佛教啦，你有兴趣，你走佛教去。但是你对道教去，你道教有兴趣。你对什么教去，你有兴趣，你有兴趣去遐去。就是讲你五杯饮料，你爱食什么物件，你会去泡什么物件，安当然。但是我请问，你要形成一种的。你要形成一种会教的进程，你有离开白水无？你有离开道无？你绝对袂当离开道。安尼讲安尼应该做袂难，恁听有啦吼。所以道是绝对过去圣人所讲出来的物件，伊的本体绝对你袂使离开叫做外道。你要泡你泡饮料，若离开水，拢做外道，绝对袂成。敢是安尼？因为已经离开伊的本质，迄个本质就是道的本质，最是自然的物件。所以咱拄则咧讲，因为这物件完全是，迄个道是体，毋有世界人。佛道甲你讲，欲见主相，主相的一切主相，但是一切你有法度，一切主相归相无。你有法度了解电器是空无？这电器。你有法度了解这杯咖啡点点？你有法度了解伊是水泡成的无？因为一般顶的人看到咖啡，伊袂联想伊水的物件，就是感觉这味咖啡，这杯咖啡的内底，所以有当叫做执着，叫做自着。足见主相非相，你若当看到这杯咖啡，你会当联想到，因这杯咖啡本身就是伊的本体的白水，就是道。迄叫做足见主相非相。你无看咖啡这条条咧，因为你若离开着了咖啡，你若离开着水，你拢看袂上。安尼听有无？咱伫世间法上内底当中，你伫世间法就是产生千百万的缘起的一切法。但是你有离开着你的本性无？一切物件有离开你的自性无？然后一切万法对哪？对自性所生，一切万法，一切万法，所有你个法办法，一切万法无常无对自性走出来物件。所以来说啦，咱讲一句话，咱讲何其自性，后壁有人讲良心万法。逐种咱甲讲嘛，这逐种我甲人比我讲的，万法就对自性生啊。
毋过咱人面对着迄一切烦恼后，对万烦恼，咱着去执重要的。哦，咱去执重要的，毋知佛陀咱来讲，爱破常入理，迄个常都破理袂入。但是众生要破迄个常简单，我想的是比如，要菩萨才能够，敢是菩萨？菩萨啊，讲，既然你要请教你的祖师，甲讲互你讲，我讲一个足简单的比喻啦，你甲我讲吼，你说咱佛，咱嘛知影是事业啊讲啥，但是你要讲互你讲，啊若讲我咱上虚佛啊咧，其实若要甲讲起，伊这是一个因会生活的物件，因为我做这个相，世间的人。有一个相伊要拜，世间的人若无相，伊就拜。毋过有一日，你今日这个相啊无开去，你要拜无？你唔拜，你唔敢讲花去，你会讲什么好呗？那叫做造相。但是你有法度达到平等性，佛伫对一个所在，你的心若无佛，到底拢无佛；你的心若佛，到底拢无佛，敢是安尼？迄敢是人做出来？所有的物件，咱是讲咱只先做出来，啊，若爱当中迄有离开咱生活，一切所有的物件离开你的生活，无一项无离，无一项离开你的心，啊，若安尼你心敢是佛？你的心若无佛，何处去觅真佛？你的心若无佛，要去得寻真佛？你找不佛啦，众生高执着，无当破相，就是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哦，来讲啊，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大家众生富有如来地位吉祥，但因妄想执着，破这个妄想执着，永远都破袂开。而众生上较受者上，永远你破袂开。啊，你要证得阿弥陀佛三藐三菩提，变到证得着。足简单做，你就是安尼嘛。但是你该看，我来讲就是简单，咱已经学过40年，学过40年后。向头前这三种甲你抹掉了，你来要拜无？你来要拜啦，因为佛走无去啊。咁是你来拜，你看无佛，你要拜无？但是你走出去了，你甲抹出去了后，你要佛了无？佛嘛是离啊咧，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咧。毋是迄个佛到比你内底咧，你看伊若真正有佛比你内底，迄个我比内底，伊坐袂牢咧。我感觉咧，恁而且坐了8钟，恁即阵我坐了8钟，恁坐到腰酸背痛，不若使以前坐不若10年，坐30多年，坐到这，你有看咧哀无？你有看咧笑无？伊无咧哀咧，因为你看到迄是一个形象。真正佛到你即阵，哦，人人废物，何处去觅真佛？所以，伊即个金刚经就是来破这个物件，就是要叫你真正爱破上面的。但你较上看得上，你较看不开，你愈看愈过节，免那见阿亮和三藐三菩提。所以才讲，哦，这个头前我足简单的带动者，历史就是讲，佛已经师傅讲师傅，迄个师傅伫第13分啊，主理实现，伊就甲我讲，哦，伊讲如何是经名，啊如何放弃。伊讲有这两个问题，但是如果甲讲经名是以经通这个内面，哦，啊你当放弃，你当放弃，哦，这个第13分内底当中，已经咱讲啊真清楚。毋过呢，历史到这个咱发的迄个历史，这个历史就是讲，迄个第13分讲了，啊已经师傅已经知影，已经了解迄个当下迄个时阵。感情的历史，师傅在文说时间，因为师傅在去听到了，佛讲到对第一分讲到第13分了后，文说时间，请解而出，有人就讲讲，迄个请解足重要，咱有请解，其实咱请解咱嘛有请解，你的这若学无够深。你会当学着水线袂？学无够深，学袂着水线。你若有行深，
你会当建立安乐的什么生活体验？拄则先讲讲，哦，这些人若无兴趣啦吼，若无兴趣的，若无真正了解你，要看到迄个实体，你无当看。真正无当看，偏偏啊，过10年，无当看。讲一个较歹听，你已经六座当中听过啊。金光已经听到即摆啦。我若有一日咧当中，咱一个来听讲15分钟，一大话来讲15分钟，我听看卖啊。应该听讲，迄是你，迄是有当听讲，有诶嘛听讲是安怎？我要对着开始讲起，要甲你对着形式听我会听咧，但是要叫我讲真正来讲嘅，要一个功夫咧，敢是安尼？阮老爸较早成日讲，我成日说比如，你若要讲好食歹食，我是知影，啊你若要叫我做，我是袂晓做。接着来讲，你讲出来道理好歹我听，但是你叫我讲，我袂晓讲。因为这我对你无相信，你真正无去斗迄个味，你无真正品迄个味，你是安怎要食老我的病？打背过来，你一日年去甲买一个，你怎么想？恁一说，无相像哦。一句甲一句的嘛，偏偏两句哦。但是第较正，啊第一句的地口传到回口落拄哦，前边两句的无相像，当然天气拢相像，但是伊人的用功夫就无相像。咱是用什么味啊？咱是用什么物件来在地太这个味不同。咱有兴趣，咱真正对地的这个伊的本质，这地用什么物件，咱真正有功夫的，毋是无功夫的。我想我头问题，我那袂出写咧，作工的呢，有作边的，对不对？我头问题，我那袂写出来呢。你有看人用什么功夫？你若讲诶，互你规个头壳怎无面诶？那我当面讲我，迄老伙仔甲一个甲讲，伊讲我听我袂晓讲啦。啊，下什么豆腐啦，下什么脑的啦，后壁再煮，再传些什么物件？焦尾饭。哦，焦大白，迄我嘛听着我嘛知你有哪回。敢是安尼？所以迄人拢是功夫人，无休息。但是，所以你会记得去到情感艺术，情感你对经典有情感无？有深解艺术，因为有分这3种：以文解义、深解意趣、以理归虚。以文解义就是以这文来解义，这个相称。哦，叫做文字波了，文艺发展。情感艺术叫做哪？观照发展。因为你的观哪？爱观内底这文字深感，你爱观内底，你若要看这文字，较看嘛是白纸写文字，较看嘛。我拄则含心头在咧讲，要讲凡所有相，该是如果若见主相、非相，即见如来；若见主相、非相，即见如来。这3段功夫呢，一般若见主相，即见如来。金光经是无甲你点点啊呢？但你要家己看嘛，什么叫做主相，什么叫做非相，什么叫做如来？这有3段出来，但是你无这个物件，无家己咧分析这个物件，你会当看出迄个意处，迄个义理为处，你会感觉车着迄个味有无？迄个趣味有无？迄个地理食到地味，迄若无真正开出外面，开出我钱吼，你真正食到地味无？当年一年拢讲，上这食20斤还无够，敢是真正无深感，你的艺术走袂出。要真正食到义理为处，要食到真正安怎实相的这个按来讲，所以咱若做迄个书法题，一直到这水平来，这个比起，因为这个足感动的。经典就去听啊！你真正家己作工，当当安怎？今日家己来垃圾，你看，这本经典我看10年，总是我看通啊。
你看迄个痛，你看捌，迄个感受，这段落来你随看有，会你活活的感觉。要看轻，你看捌，毋是凊彩人叫你当，你叫咧结果看捌的，啊无你叫咧讲捌听看呾。毋是啊，肯定的，这物件内底当中袂怎些奥义，敢是这内底意义是放这物件，所以这句话就是讲，苏摩地已经到第13分来，已经文说是经，文说之人，文说之处，文说之义，到这文说是经，对这个经典已经深解，已经捌物件，到。义理开出来啊，这里已经足感动，已经听完。而白粉岩，这个白粉岩就是讲，因为下底人对顶悬会做一个称呼，顶悬对下底人，我苏摩地，我告诉你，我甲你讲，足简单。对下底对顶悬你讲白粉岩，这个白粉岩就是对顶悬足尊敬的，因为我是一个真行班。我是一个真粗鲁，简单讲，毋捌真简单的发言白话言啦吼，简单讲。所以我咧甲你问一个重点，你问笑吼。稀有生存，这个稀有生存就是讲啊，稀奇小有。伫世间要拄着这个稀奇小有，这个人毋是简单。后壁一句啦，不说如是行亲平等哦，佛就是讲啦，如来，如是行亲平等，这个如是，我过去甲讲三法界，三法界是讲三种意思，第一种就是性界，第二种叫做法器，第三种叫显理。这两句如是哦，爱看好。如是性界，我相信。佛所讲的这个道理，完全我是100%认同，叫做性界。第二如是，就是因为伊咧讲法智，法的智量这种意思。但是，佮第三种的如是，就是咧讲天理，迄个理就是讲叫三法界，就叫实相法界、观众法界，叫做文法界，这叫做如是。所以嘛，发觉如是句话内底，你爱看头前较后壁，因为伊到底是这句话是落嚟法治啊，落嚟现实，还是落嚟咱天理？那对伊咧看起来，这句话就是天理，就是讲到文法界，讲到观众法界，讲到上法界，那讲叫做如是情亲平等，敢是？迄个情亲，就我讲的，情感甲情亲。个意思都无三，圣洁就是到义理规矩，甲那义理基础，甲亲在有这两种的意境无相像，所以讲亲亲言语亲亲，就是我实相法界，听好无？我将色得归咱微文如是世界，我将过去色就是我从过去到即仔，我得到回咱，不如我们。会叫做法眼，会叫做情眼，第三叫做慧眼，第四叫做法眼，第三叫做慧眼，就五眼。伊到慧眼，这个慧眼的解释是阿罗汉，伊得着阿，伊袂得着，因为法眼那菩萨，这一定要了解，因为这是金刚经第10几分就讲起来，分五眼。所以伊得着阿罗汉了后，因为伊未证得闻如是之经。我无听过，佛咧讲话实相道理如是之经，我佛咧讲话是，这个实相。当然，这句话是咧讲啦，讲三法界，这个咱拄则讲的文法界、观众法界、实相法界，情深的经典。这句话就是讲如是之经，这句话是讲这部经典，安尼看无？这句话就是讲。如是之经，这句话就是咧讲法治。如是之经，这句话甲这句话解释都无相像。这句话咧解释就是讲三法界。这句话讲我未闻如是之经，我无听，毋捌去感受
着遮深厚的这部片，这部叫法治。哦，所以这个看会出，啊，所以咱过去是讲法一半，啊，即摆来吼，咱就继续来讲第几段啦吼。哦，我想我来解说吼，因为简单，因为这两个讲起来时间长，啊，所以你们话呢，这解说当中，这种进程解说会，有需要来解说。即摆讲到这个所在，啊，讲这个所在呢，啊，咱大家啊，等于要讲这段，咱大家过来读一遍啦吼。世尊，世尊，欲求有人，欲求有人，得闻是经，一闻是經，信心清净，信心清淨，即生是相，即生是相。當知是人，當知是人，成就成就第一有功德。彼喜有功德。世尊，世尊，是上者，是上者，即是非常，即是非常。是故如來說明實相。是故如來說明實相。我咱今日就這段話，都含咱大家來研究啦吼。啊，就知道。世尊，欲求有人，當然啦吼，過去我甲你講，你經典看到這個福啦吼，咱欲福有人，因為這是一般頂嘅讀過文啦，但是經典嘅內底當中呢。以着因為來講嘅講欲求有人，欲求愛解釋叫做求，所以我哋向世尊講啦吼，除了我師菩提，假使另外有人啦，伊差不多這句話啦吼，意思講，這個欲求有人，世尊欲求有人叫聲世尊，假使有人啦。這句話就是解釋講，我師菩提向世尊來講啦吼，除了我師菩提以外，假使另外佫有人，這人什麼人？這人就叫得聞是經，伊來講吼，得聞是經，明聞到這個經典，本經得着義理歸處，義理歸處就是咱講進前本來講，義聞解義，深解義處，別個叫做義理歸處。有無？迄個伊應用這三種的解說，若要依照咱本較明顯，咧甲你講叫做文較解、觀照較解、實相較解，講意思，義理歸處，就是叫做實相較解。信心就是這個人若聞到這部經典我當然講了解到義理歸處，甲迄個義理已經對迄個實相較解，深解甲迄個實相較解攏捌。但是講，我的心甲這部經典已經攏刻入這裡面。那我想來說比喻，佇阿里山，大家本身攏一擺在當中，叫做茶的評語，茶的評語，有一個茶的評語書啊，吼，茶的評語書，咱講話原本咧，做原本咧，第一名、第二名，迄袂使學袂歹，袂使學袂評語先啊。你學袂評語出來，咱袂使想咧，迄評語書叫你去你投評語。迄100外的地號出來，100外的地號出來，大家攏拋伊上好的地出來爾，等你去拿評語，免拿評語。迄有幾個動作咧，不是慢，我先聽講。第一，伊就先評伊的地名；第二，伊第一旁起來，伊就湯匙啊，湯匙啊，伊是無啉落哦，伊的舌頭搭入去咧。伊舌搭着了，伊無啉落哦。然後啉落好100個啉，你看摕迄落好去，伊無啉落。但是伊搭着了後，伊會所拍的，伊的舌就隨落白水的，互規人，互無倒一個概念，無互調迄個味調伊的口內底。迄經過看伊的地色啦，看伊的地曉啦，看伊足濟物件做的品味，迄個評價總冠軍。迄有一個
一斤地咯，迄个总冠军一地过10万咯，人大陆买去哦，惊一斤地过10万咯，人要买迄个疫苗股，今年伊出啊伫个总冠军里对所在，但是迄个评比，买摕着总冠军的人，一个人赢点点，是台湾总冠军咯，迄人要接受，若无真正有一套，迄人要接受。啊，无你叫评比看卖个，他人去来接受，我话连你研究看出来，迄真正有功夫的呢，迄毋是无功夫的，迄就是我拄则咧讲啊，你爱因为讲这个技术规数这第一物件的性质，伊的地形，伊的湿地，包括伊的口味甲伊的迄个浓度，迄拢爱做爱出来呢。迄我是袂晓讲啦，迄若专业的来讲，应该较专业。迄就是爱讲迄讲，干讲迄最题的内底当中，伊甲伊应，就是咱比如啦吼，到一份比如是真正确。干讲起来讲，当讲经典你完全听，甚至你会当人讲到一开，互人真正较这物件，较迄个功夫啦。所以内底当中，若安尼当中，你讲达到伫咧技术，信心、情绪性是啥？信心清净，什么叫做信心即是性？这个信心清净即是啥？这个清净无量即是啥？甲你讲个是安尼，清净无量即是啥？所以我后壁吼写这段里底，这段就是《金刚经》的第六本内底，是安尼我会晓写这段出来。意思叫咱大家更加一个了解。如来别国后500岁，有持戒修学，无处就无灵心性，一处为信，信心清净信心。当地是有一问题要说明，理清成立理由千万无量要所做不成立，文字将有乃至地业成成真正，是无者如来识地识见。是诸上心，一如是无量福德。即话就安怎解释？就是讲，你今日你这个人，你如来面后500岁，就是咱这个时阵，正法的时阵，相法的时阵，甲无的时阵，5525，毋过咱这个尾啊，后500岁，这个500岁叫哪？这个叫做受真相的福气。嘛是这个时阵，有持戒，听好，有持戒修行这两个哦，这持戒甲修福，咱讲叫做福慧相修。修福不修慧叫做阿罗汉，修慧不修福叫做阿罗汉，修福不修慧叫做六道众生，福慧相修叫做菩萨。就这个人。离后壁500岁的时阵，会当福慧成就，什么人？就是咱真济些人。咱这进泰国说2569年，你看5525到2500年，咱老祖师历旧年做庆祝120周年传统毕业。咱多理性的思维，应着咱金刚经处的500岁，后500年，修戒修学，咱只得闻老祖师的正法，咱得闻着师父的正法，了咱开始去修持戒修学。咱这是修戒修学吗？这是老祖师的经文，这是我伫经文里面讲的，这我一句话都不好。嘛袂使拍落去，这嘛甲你拍落去。但是后壁重点伫这个所在，你会当无处中有，离经典内底一段话无处中有。人生是真意思是，你有法度产生一个真正正信，你看歹未？你看歹未？3200世界7国。使一个受持托上出级，乃至于使伊变为贪说的人呢，伊的具有性力呢？你看我都产生真切的信心，
第十六我甲你讲，恐惊有人文处坚固，心生好而不行。阮就甲你讲，行后壁众生听到我讲即个话了后，伊产生好意，好意就是讲怀疑，好意不信，伊无要相信。毋知是经文经第十六个才是，比如咱来讲，做的是真理者，是实理者，是如理者，是不法理者，是不义理者。伊是安怎一直用无大精神咧甲你保证，伊今日伊是众心内底，尤其灭好无把握。政府已经报了，到这个时阵，真正要了解这个物件真少，所以伊不得不一直用着五大精神来保证。毋过用五大精神来保证，众生感到真正好懂，生出着了诚心彼此为心嘛。咁有嘛？你甲看啦，咱一贯都甲这顶传70年，连台湾从70年变成。几个比较达到这意见嘛？维是伫这个世间修啊好无势，文明去到要修的，毋是一头仔拢生甲，灵性信仰这个信心，离经方见第六个叫做精神理由，敢是安尼？伊的英名叫做精神理由。要参到精神，精神的完全就是参像了，就参着一杯水小像。伊是足清澈啦吼，完全是拢无惊啦，足清澈的，叫做精神。要修要达到像伊即个像即杯水遮清澈的，这是稀奇小有的物件。若安尼人，你有法度明心信意出为实。若安尼呢，依照即句话当中，以为是上的物件，伊后壁甲讲，当其时你会了解即个人。不，要认为三寸不离就生气，因为这已经是过去，已经有进了这个成因来，一直开始强化无法强心，一世、两世、三世，甚至于千万是无量千万世，诸成因，毋是生活咯，是一直咧，每一世来就强化无法强心哦。本是将你这个人已经闻到将伊福已经伊的福已经具足啊，伊的福已经，但是伊欠到的闻是将乃至一念成者，即句就是讲，虽然福已经有富足，但是对经典的实义，闻是将是经典的相伴，迄个章句就是一半的。语句，那你会当闻到安尼，即句叫做福，即句叫做啥？叫做慧。有发觉未？即句叫做福，即句叫做慧。所以我们如来信息的，如来伊知影即个人，伊识见即个人，然后是诸众生得如是无量福德。你今得到即个如是，是上法者。观察法者、闻法者，这个实相无量，毋是有量，毋是福报我听好无，是无量的福德哦。无量的福德性，毋是福德报哦，爱讲好无？所以呢，伊这一定来讲足清楚。所以这当来讲，用分别，阮伊就来讲，这段就是咧强调对境攻击、灵性信心，乃是后壁咱一定讲了出来。经光经说心乃是一念心清净，所以伫迄个华严经话讲，一念缘起无生，超披三生的烦恼。一念缘起无生，就是一念心净心，乃至于一念心净心，超披三生烦恼，小生、中生、到大生，一直到最上生。是叫做一念净心，免那个先一念净心。我想的是比如，我唔当年你12点困，我6点，我7点，就5点的啦吼，
但是甲一念精神哦，就是迄个一念迄个精神完全是无你家己迄个念头去影响。我问当面讲，啊，你下早几点过？我6点过，已经6点5点。而你迄个情念入去，到你下早迄个情念出来，迄个理念的迄个时阵，迄个一念，迄无二念，按怎条意思？嘛无做完，嘛无确定数，都入去到出来，按怎一请？迄做叫做一念。一念无二念，你起来那讲，我昨日困一个有够舒服，我昨日困一个有够饱，我昨晚深睡，你拢无清楚，毋是人袂讲，你困到死去，毋是困到死去，伊是入眠真正深，伊毋是12点嘛知影，毋是1点嘛知影，毋是2点嘛知影，毋是。那12点嘛知影，2点嘛知影，3点嘛知影，迄袂好困无？你困迄暝一定就差，你明仔载就无精神。但是，过咧，这个一念精神，这个一切经发展物件，这叫做一念。安尼听话啦吼，完全无受到你当讲，你有所思，也有所望，无受到这影响，这影响。你的意见偌关键，所以你今日活动一念是毋是？那么这个决定呢，就是由于这个一念的精神，生出了实相，实相啊！这一念就是一念就是实相，实相的一念。条一念就是实相，实相的一念，伊原在无互杂念影响。咱嘛说讲正念、阴念、及负念。念念不变，故未了，愿一时消灭，永不去。第四种正念、经念、及负念，念念不变，交互念，愿一时消灭，永不去。正念、经念、及负念，这叫做一念。而且一念的内底，当过去、现在、甲未来，拢无互着这个交锋、这个区别、这个这物件甲恁呢，叫做一念。要达到迄个意见有关了无？这样，迄个叫做实相。我请问咱各位，咱有正念有无？咱有念念有无？咱有未来念有无？有呢。咱念念是细念，咱念念是足10念呢。早个代志，听看，甚至过去个当个10外当个狗屎看你讲，有念无？你有动啊放下，要达到这个意境，当下清净，当下解脱，当下实相，拢是当下的。毋过呢，迄个意境，真正要控制迄心的起心甲动念，迄物件较简单。起心，是安怎讲？因为咱这心，咱这叫做啥？这个叫做骄傲心、妄想心，一直咧。足强的，一直咧翻，一直咧翻，一直咧翻，就感觉讲每一时情况，你头迄个，你今日我暗暝咧你暗暝，咱想到就是暗暝咧讲，真正是个毋过呢，真正的功夫，无把这个心念真正压无落，真正我当转成你才会成功。所以呢，而且安尼你学当即个念压袂落来，你就是实相，实相就是实相法则，实相法则就是地位实相内底充满着有念光念数。即个实相法则安怎起来呢？就是由你的清净心起来，由你清净心起来，咱的心无清净，你看得见吗？你今日有代志，今日有代志，一件代志你看得清楚，你若看得见，我你讲袂歹。敢是？迄话无代志啦，你是爱困了，爱困了真正也无看上了，上到尾啊，大家拢安尼徛安尼，拢无啥精神，行行拢行袂好势。伊是用着药啊硬甲压
壁伊的神经，互伊的神经，毋免多多一个时间讲这个硬压的，讲个干那个，互食到昏去安尼就对了。也是讲到过分了，就差不多困安尼。迄叫做强迫他睡觉。我强你，一摆就比较强迫，两摆就比较强迫，三摆就比较强迫，你后尾来怎？会愈来愈严重的。是愈来愈严重的，后尾来你变成神经病的，后尾你变成忧郁症的，后尾你变成躁郁症的，迄个对啊来的。我当年，我真是三哥啦，放你哥啦，当年，中山哥，我真是三哥，我真感觉吃药。你真正去过，去一包下包呢？唔食，都袂使。你食，我嘛早食你到身体，迄有好处无？你真正你到底迄种标语内底呢？迄种药啊呢？你拢给咧压迫你的神经系统呢？迄有好无？因为我都无食，你若无食，汤叫倒来正常就是无食，汤叫袂正常。啊，你讲要食食食好多好伫迄个肉迄个所在，无种味道迄个有可能吗？敢有可能？食药食到大腿，食着好势咧，倒来说有无食了？是喏，迄真正是对身体无好处。迄到尾说到身体这个病跟给咱咱身体，当时啊看无路，所以拢叫做无路看无处。所以你今日我达到这个讲，心清清无力量，你的身体就健康。你的身体健康，所以即生是相，即生是相，你要达到即生是相，实相就是来清净天然实相。这最拢无力量后，这个就是相。老头说啦，老老婆婆呀，更是相。老爸一杯乌烧烧呢，有色味呢，敢是相，拢离开这个本相。实相就是完全拢无力量，你的心，我同大家安尼做。咱的念佛啊，圣经来讲，观自在菩萨行深法界，波罗蜜多时照见我闻解脱，不是？观自在菩萨，拢去观念外口呢？拢观念外口无观念内底呢？观人的毋是啦，观人毋对啦，观人长啦，观人的短啦，观人的是是非非啦，拢家己观人的物件。你有家己观着你家己迄个内心世界，迄个啦，迄个梦想执着。你有法度压制，互你的梦想执着会乖乖，人安人自在有无？就是你梦想执着到底自在，变了观外口。看到人的代志，就会心；看人心代志，听到什么代志，拢杀了咱的心。咱那个观于外口，没有内观其心，外观其形啊。拢咧看别人尔，咱是拢看别人。咱想讲出话要怎？你在上可能看别人，你去上还是在外面？你自性发现这上还在外面，清净心灵还在外面。你看别人头咧？千道万道，人别人咧找千口万口，不如家己找一道。较早老人家咧讲一句话，敢是安尼？别人的是是非非，和你拢无关系；你的是是非非，和你有关系。你管别人要代，你管别人要代，你我都自在，你永远愈管愈不自在，你变成无到变成地魔鬼。咱做菩萨，要管自在菩萨，你教我。较不嘛看别人，你较看。东家长，西家短，什么人？拢讲别人的代志，拢讲家己的代志，有够厉害。所以今日会了解，今日你看别人愈济，就是你的心就愈复杂，你就是把别人当做你的题材。看人若好，换图，看人坏，看人安怎执行，过去才不想讲，心清清净，有这念清净起来。这叫做发这名义，发这名法就是你一念清净就通发这名法，你相
商业，这个叫发展民间，列定发展。发展所流露出来的办法，会当关乎一切法，叫做妙法。这个是想，这个叫实相。偏法，后边这个，咱是经，适合来讲，是义分义，命中关照，命中意思来讲，咱依着分业发展起了，起了关照发展，再起了思想，这是会天出带来的思想发展到高层。所以叫做呢，所谓的性圆圆满，所谓的大开眼界，今日咱就来到这里去。读金刚经，我这部金刚经我第13分来讲啊，是义分义，金刚发这佛律。这部经典是金刚发的佛律，但是虽然是一部金刚经内底当中，这是一个文理，这部经典是一个文理，叫做。但是你若要起了第二句的关照，就是我咧讲的，叫做情感。我啦一部经典，互你看，袂多少哦。你无情感，你地位走会出来袂？你地位走袂出来。原因，咱嘛是真讲，讲武一天咧讲，无上情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无经见闻的心情，万代自然进行。你是不该说话听？我该说话听，我该说袂出来。我是未开经历，迄个大家嘛，若要读经典，你先讲念一句，讲念这句，我那是第一句，开经记。你这段若会通，你这部经典拢会通，确实开几个意见。开经这部经典，开这部经典内底的一首句，咱讲的是，伊的条件就讲是首句内底。不过咱若是要了解，无上情深微妙法，并亲人难测，无经见闻的是无可想。咁今呢，来读经，迄部会当，另外，但是你要把这部的看法，这句话是四句话了，你爱真正深解语出呢？什么讲无上？什么讲情深？什么讲无妙法？这个也分得出来呢，这有物件你来底，是不是呢？你这无看无出来，你这三段都看无出来，后壁都唔讲，真正唔讲，是安尼讲，你干嘛要那讲？我来讲就是简单的比喻啦，老师教数学，你的数学的公数，这种公式，你若捌，你数学你会晓算得出来。迄个公数都唔捌，那算啊？你那算算袂捌？迄个经典的公数若捌，你是要甲了解经典的实际？是不是啊？人哋来讲开经记，开经的一，要了解经的义理的一段记，人哋来讲了。第三步的叫无经见闻的修持。当时呢，咱今日看着人，咱今日要闻着哪位，咱要得着哪位，你要受持哪位？当然，这爱了解啊，我解了真心实意。有一天，伊会作感叹，伊袂当得到伊来受，伊无证据。当时要请到伊个国师，甲来做回应，毋是来做回应啦，甲亲受甲证据。我要得到罗做的法，南方有一个大师回应，毋那遐歹时间有无？歹时间比南方较请。讲我吃老啦，原种领导，我都小爸母爱去啊啦，到惊城，我伫南方，原种我都要死伫即个山林啦，领导就讲山林，当时咱六祖回应迄做迄个所在嘛，所以因六祖回应无去到北京，所以有一天因为要着六祖回应啊，证明无可能，所以咱知影六祖回应无去。
所以一天就要得到，所以叫做原解如来天。你六祖当你第9篇，六祖当你第9篇，你第一段你就可以看得清楚。所以人问我，每一天有得到无得到？伊无证道，但是伊了解这就是参人听伊了解这物件。了解这是物件，无代表你证道，你来听好哦。你了解了，你了解台北体育。刚才台北体育对不对？我嘛知台北体育，但是现在是尔，毋是你了解台北体育，你讲台北好，我讲这意思你听无？因为你也是行过，你一句话你就倒啊。你也无迄个心境，你也无意境来接受接受这个物件，所以呢，应该我讲得足清楚。所以你是问伊，你当是爱起了关照。第二句话，因为这三法这连过是重要。起了实相，因为有了关照，但起了实相。你今日在行路，你行有影无？有影无？影是几岁来敢知？影是几岁来？但是是安怎有影？是因为光照啦，对不对？啊，天色光射落了，到一影。影叫做眼影，影叫做眼影，影叫做相，你听有？光叫做关照，你叫做实相。是光射落你看到影，对影去找到你家己的，对影去找到你家己这个肉体。你毋是甲当作影，就是你毋是。影就是咱讲叫眼影。光照着海水，海水射了一个光出来，所以光反折了海水是个影。其实迄个影是一个叫做咱一个海市蜃楼。海市蜃楼是海水咧烧，一个是阴影的蜃楼，看起足水安尼尔咧，迄是阴影尔。迄蜃楼迄不是海水。是因为光射落海水，因为起了一个影咧，是因为咱今日，就是因为有一个光照来了后，咱影哪会了？但是对你的影，爱找对你的翕出来。这就是来讲，文艺这就是一个影，就是经典出对经典的内底当中起了关照。去吹出来，但他看到谁？爱讲两回事。你无用到经典，你无迄个讲。我即只牌啊，要求只牌啊，是毋是？你叫这讲是来是牌啊，叫做俗。你牌啊找迄个过工，你感觉是牌啊？你若无确定，你永远袂当去看马顶，袂当。得到解脱，你永远就是这样来啊对。所以不离金刚经里第六文那讲，你应不求地我所法，法上应下何方如法？你就来讲，如法如教。你应不求地我所法，如法如教，法上应下何方法？你这不求地我所法，你听到我在讲道理，就参像这只牌的比喻，法上应下。即只牌要到法顶有功用的牌，到法顶，就爱卸掉伊，何况违法？因为伊头前有3点的欲清思想，即种我言作是实相；欲出法相，即种我言作是实相。可以讲，欲出违法相，即种我言作是实相。有安尼无？我。人中的实相，这叫做阿罗汉所证；菩萨之证叫做法证，法上应下。因为头前这两句话，我定是欲心思想来写掉，欲出法相是爱除掉，这叫做直接有功用的。何况非法？非法就是后壁这两空头前这两空已经空啊，你搁接头前两空的空作走到第三句话来，叫做法相。若安尼讲，法相应下，
因为有公量的，就爱放掉的，何况讲迄个空的，你个即个要创啊？何况无法，爱讲听有意思。迄个袂使个接啊，含迄个空嘛袂使接。因为接一个空，我顶思想，造成我空、人空，这众生空、受生空，造成。我国际挂念就思想就个造出来，所以讲到真有的物件，所以关键发展起个思想发展，心情清净，这个就是清净的思想，就是天出来，所以叫做现还各万，所以叫做大开元。你我拢对家己大开元气。咱无法度，比如讲，咱就家己我对思想发条，互咱的思想发条，我不断发条咧，人我不断发条咧，什么人来发？其实通办法拢无法度，拢你家己代志，通办法有关系，真正办无关系啦。哦，咱啥咧讲啊？有阵一件代志来咧拖，咱到咧放袂得过，放袂得过，人含你当初只人经历几少话，毋过你啊，得你去，你10年啊，得你去错，是你家己对你家己袂得过，爱是别人对你袂得过。其实你无法度信任我嘛，你无法度大开元气，你家己白条。所以甲你讲，到第4句来哦，当地是人成就第一有一个嘅，不简单。这个人当地哦，是人哦，这个人什么人？你有法度安尼做，这个人就是你。我常讲的，是我的当地是人，有1分、2分、3分、4分，这分道理，第人分一定讲过啊。讲你这点分别好，包括你这点人，你就来讲啊，当地是人，这个人成就。你的成就圆满无法，圆满无缺。第一，你人这边啊，成就发成分，圆满不成分，达到1000万发成分，这叫做宝贵。见成之功，永远是德，这个是新人出成功德。你有能达到圆满无法，会当达到第一。什么叫做第一？无法度超过叫第一，虚极效应。1000万发成分，这个叫做功德。这个物件是咧讲你家己，你家己搞出新功德。后壁迄句话怎讲？前面所讲的七宝布施，乃至于生命布施，拢是得福德，有无？拢是得福德，拢是得福德，这叫做福德，是培养福报，这内面的功德。以前没有福德，有何不同呢？伊就来讲，成就，咱我做出来，圆满无法。什么叫做大？什么才会圆满无法呢？就是你清净发生了，你是个先清净啊，叫圆满无。所以咱佛教上内底当中，伊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咱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叫做什么叫阿弥陀佛？所以你若讲，你若讲，因会非常爱因果来讲，无量光无量寿。阿弥陀佛叫无量光无量寿，什么叫无量光无量寿？人叫无量光，观世音菩萨、弥勒祖师、佛陀叫无量光无量寿，毋是啊。这个无量光无量寿，就是你家己有法度达到，你家己有法度达到圆满无法。你家己叫做你有一个无量光无量寿，迄叫做清净啊成分。毋过咱拢拜别人佛的，咱拜别人菩萨，你家己莫做佛的，拢拜别人佛的，敢是安尼？咱即拢拜别人佛的，较拜嘛拜别人佛。无你个我拄则讲的，即阵人啊叫你来拜，敢是？毋是拜别人有佛嘛？我家己叫做众生。其实我就甲你讲，你有法度达到清净无量。这个叫做圆满，这个叫清净，这个圆满就是你清净，你家己，什么叫做发心？迄个发心就是你的自性，甲你讲就是安尼。但是你有法度达到圆满无法，这个自性超过于你生命布施哦，超过于3000大千世界的
的七宝宝是哦，超过形河沙数的七宝宝是哦，因为迄毋是世间法，迄毋是世间，唯有就是你今日会当一念清净大达到心修，你圆满报身法，你的自信中无法，你把你清净的法身大信圆解、大信圆觉、大圆觉哦，迄当是真正你家己第。有人来对，也就是圆满报身法，这是个意思。你家己的，这是拢讲你家己的，毋是讲别人。伊有变化无常，妙有可测，奇奇小有，千百万法成佛。这讲啊，什么意思？你思想的变化，听好啊！你有一个清净的成佛，迄叫做圆满不凡。就参照太阳，太阳因为伊就是圆满无缺啊。第一就是第一个太阳光，太阳光因为伊就是完全是伫遐有亮光，有亮光哦。但是，毋过太阳光甲太阳所照射大地哦，叫做千百亿的化身哦。因为所有的动物、所有的植物、所有的物件，若无有太阳光，无一件活起来。你要相信无？即摆讲到伫咱来，咱有一个圆满法身法无有，咱有一个清净法身法无有，咱有一个千百万的法身法无有，拢伫咱。毋过咱到迄个所在，你是一个圆满的，你是一个清净法身，你有清净无？然后清净，咱就免做上身感情，然后清净咱免想到。咱有一个圆满报身法，咱有一个智慧无量光亮所，你有了无？这个日头甲日头本身来叫乌查甲了，所以叫做上明下暗。因是不管是上身，咱是青的咱无想，咱无清净操作，咱懵懵懂懂。咱学大乘法，就是要学个清楚，要学个了解。佛甲我拢相像，我本身就是这样样。所以呢，今日变化无常，不管是奇奇小有，千百万法。咱这个拉天，有一个知识，有一个智慧，这个叫做怎啊？这个大人啊，你讲得好听。是啊，咱日本的莫宏亮先生，迄个日本来讲，日本有一个莫宏亮先生，因为到底是东京还是台北，我毋知，迄个爱怎问。因为以前敲12万部，12万9千部，都没人知道。我听讲，伊敲出10几家佛堂，伊起码在这个敲10几家佛堂，伊一个人去。刚弄，你为什么？我烧了，我挂出来写我那谁这个你是，我现在梦想，你那个早点报警才来看你啊！我被头咧去做，我被做歹代志，你了也在讲我了，我在讲是我讲的，好，靠代志无代志，所以咱一贯在历史上是一个是伟大的人物。洪亮先生。我变化无常，妙不可测，奇小有万千百万大体师尊、大体师父来做千百万法师，到处去度。咱今日毋是安尼吗？一个人提出是毋是安尼吗？好，咱毕竟有得到啊，无面子，咱用面子。好，咱家己无智慧用智慧，咱家己到处咧学道理，到处咧度人，到处咧讲道理，互咱学过，互咱讲过，甲咱见过偌些过，这是千百万法身。你是就是做这样，其实这无管有伟大的，这肯定是伟大的物件，恭敬，这叫做恭敬，成就。第一，稀有恭敬这个对象，这个恭敬就是用用讲修来，完全是发展智慧，提升所有物件，不要对不对？
你问着经典了后，你信心清净，以文解义哦，随意要关照哦。这个足的功夫修行的功德，叫做这个叫做功德哦。这个功德唔是普通的福德哦。咱知影，娘母地较重，娘母地当时3日4五日上，这大家拢知影，这个故事应该不讲。大王伫西域3年8个月的土木所来到东镇东晋的中国，伫广州起来，头一个比大王拢低。娘第3日4五日时候，人们甲讲起，咱若去开学，咱先面对。这上紧招，咱就对这开始来大人敢是，大王开始的讲就是大人皇帝嘛，这杂话关起就规拢起来嘛。那啥，娘母地过去是大部分转世啊，经济无靠呀，伊是修法不修慧啊。那3日14五日时候，我讲听，师父讲的，我听的是师父讲的，我3日14哦，5日是暗晡。我做遮济善事，你讲我拢无功德哦，啊，为什么叫做功德？他们就甲讲，正地妙法，客处方式，内是功德不是世，这不能听有，听无就听，听无就听无。正地妙法，迄个正地妙不可言，咱的地位演化出来物件，道法对象从体质方式，迄个自性的本体。空寂，迄个寂叫做寂照，迄个空就是不染，寂照不染，迄个本体的寂照，光明寂照不染，内是功德，不在世间，迄个是功德，为世间的。当时微积数，要问六祖会员，伊讲，当时的时阵啊，娘母地3日14、5日是啊，当时是安怎？娘母地我有风格，咱六祖来讲，无疑圣人之言，无疑哦，你会人疑圣人所讲的话哦。武地造是道经布施，实在名为功德；武是造是道经布施，实在名为祈福。不过福敬为功德，功德在发生中有。做这善事啦，种是世间嘛，种是功德。真正功德，敬敬是福，恭敬是德。后摆过日听好嘛，内心谦下是福，外形有咧是德。我内心谦下，咱即个心甲空心，咱困得落去个，咱头等得落去个。你外形出去到地当中，你还能行走，你有平等无？你有平等无？啊，咱高科才晓。圣人讲的是内心，毋是外表，伊的外界财产，迄种看不得转的，迄种世间法的物件，迄种是一种啊，咱常听新耶稣跟你讲，迄种是切甲空的，迄毋是切甲亮的。迄是土豆空的，迄毋是土豆亮的。各位，恁是爱土豆空还是土豆亮？当然，恁家嘛是爱土豆亮，恁爱土豆空。啊，你过去拢烧土豆空，当作土豆亮，把切甲空当作切甲亮啊。有无？你若咧的时阵啊，若咧切啊收起当中，哦，若经过风暴，有无？线对外口出拢拍切啊咧。你甲拍切啊当作是啊，当作是黄金的稻穗，你插作些福报，就是参照拢飞出到外口，迄个粗风射上来。哦，迄个粗，毋是迄个哪？迄个拍切啊，迄个啦。飞出，恁经过风暴飞出来啦，完全二手啊就袂着咧，差不多通二手啊袂着，要到真正会当做经济的，迄叫做实相啊，二折出来，叫做啦，叫做二生啦，飞出来叫做众生啦，本来就可以分到二啊嘛，所以遮强调的，需要关照，用着这种功夫的功德，那是真正功德。功德听好，毋是你做足济善事，毋是你做足济布施足济物件叫做功德，毋是哦。
这点的当中，咱一定要做清楚。所以迄日啊，我伫前回啊，有一位，我毋知讲过来，我袂记。有一位咱台湾的老亲啊，来啦，迄项科商文学社。我因一个点嘛，什么啦？讲伊咧对什么古诗有功德啦，咱就好古诗是好德。听着老好伊咧听。我连就是古诗叫做功德，啊，你好古诗叫做好德。这离非是离古奖，啊，这人听着较袂用笑。安尼敢听无？我拄则比如恁听无？功德毋是用物件刻出来叫做功德，迄拢是福报。一分二分三顺五分二正善因，嗰种福报，迄拢是世间法福报，迄叫轮回福报，毋是真正变成是讲变成是，毋是要叫解出来物件，迄是后世人个种福报，迄项功德观念，一定要搞清楚。所以这个中的修修，就是观摩不凡意思，第一就是证明实相的意义，第二就是意义消灭。世尊到即句来，是实相上，即是非常，是无如来说明实相。像技术从红字啦吼，拢是迄个经典的不同啦吼，那红字。顾名思义，实相就是咧讲真实之相。真实之相就一定毋是虚妄之相。咱知影凡所有相，而且也是虚妄，但是迄个实相法则是唯一。是为离一切的相，的真如描写，是一个真空立体之相。真空立体哦，其实我是讲真空立体之相哦。你毋通认为我有一个真空立体之相，人个相哦。恁到时爱注意哦，毋通我讲着一个物件，讲一个影，啊你就生一个囝哦。我讲一个线，你就线哦。你免当放迄个相。我无讲这物，我就袂讲是，我讲的当中惊你要执着的。啊，我是得相当时讲啊，我若讲分为世人死理伦理上，啊，我若无讲分为世人死理伦理上，啊，我要讲我毋讲，啊无听拢听起来咯，啊听都听无。啊，我讲是一个真实之相，真空，真空的立体之相，你搁接着就有一个真空立体之相嘛，我是讲。毋是虚妄之相，但讲即是非相，无欲见之相非相，即是之相，即是非相，毋是虚妄之相，灵地非相，即不出一切相，不出一切相，听好哦，离相中不接相，离相中不接相。毋是离开一切相了的无相，离开一切相，无执相，安尼叫做空相。在相不执相，叫做实相。我讲我讲意思，倒去一个所在都看到，安尼叫做空相。那个拿衣服来讲，叫做转变。断灭之相，怎啊断掉的？但是因为真实之相，真实之相，叫做实相。什么叫做真实之相呢？真实之相就是我离真实的内底。这个之相，不持走。离相中内底不执相，安尼叫做真实之相，叫做实。毋是我拢无看到，我拢无看到，爱听好，毋是拢无看到，安尼叫做毋是这个道理。有个道理性的阿罗汉天，那道理是阿罗汉要结婚嘛？先前呢，即空气拢袂使呢。所以今日要学到这点，你要做出面，一个无小心，你就偏离方向。啊，要讲这无讲清楚都袂使，要讲清楚，有钱人袂得听袂晓嘛。真正一直听呢，虽然是俗是无如来说明是，
如来说明实相，如来必用着见别人，那个希望实相，伊当讲一个实相，伊为着要干净人有一个希望实相，伊当讲一个实相，这个实相是实相者，即是非相，是故如来说明实相，是实相者对不对？这个实相者，如来有了这个实相，即是非相，第五个即是非相。干净的干。好无？是实相者，即是非相，是无多少，是安怎伊是实相者？伊要讲这个实相者，这嘛无法度讲出来呢。伊为着要，伊为着要干净别人，迄个希望实相，伊当讲着这个实相。讲着这个实相出来，咱这边就是有着这个实相。搁落来，所以第五个，即是非相，好无？讲出来一个上，一个用一个上来看掉。是故如来说明实相，缘起成空，缘起无我，达到第三五个，迄是真正的实相。甲安尼来吼，是故如来说明实相，讲这个实相。毋过就一个实相，咱毋通去调迄个，毋通去调迄个相，去调迄个无产发生公司波，讲我在你安怎有一个真实实相？若安尼恁这头壳转无过，是因为佛陀为着要讲到一个梦想，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这个梦想嘛，就解释个幻想，这有一个上过。这个幻象之相，但是幻象之相，伊若讲一个实相，这个幻象之相要怎么破掉？毋过讲一个幻象之相，你去接到一个幻象之相，所以就跟主相，即是非常第五来破掉，是故如来说明实相。如来讲这个实相，就是咧讲叫啥？无执着，理想中无执着，但是真正实相。什么叫心中无执着？咱过去我讲的一个故事啊，对不对？一个师傅爱着一个穿一个衫物，一个花了，经过一条溪，看到一个姑娘，穿到足爽嘛，也是紧张，迄师傅来看到迄个小姐，感觉很紧张。讲你小姐，你是安怎？我要赴一个很重要的会议，我穿安尼吼，本来这有一个桥，几个桥嘛，当安尼行，但是叫水冲，装袂当过，我伫遮也袂当过。迄个师傅我来我爱过迄小三米边来那想，师傅讲南部是不清。我适合规个小姐都把爱过来，那安尼，当天我私心是想讲想做一款，下到3个月，一个艺术都讲男女授受不亲，挡袂牢咧，受不了。所以讲男女授受不亲，2、3个月前，含事啊你看，经过一条溪，你含一个小姐怎么爱过？当然男女授受不亲。所以我讲小妹啊，伊爱过就要去啊，要去啊。我对一个讲我足清楚我爱了就放弃啊，你下3个月才下什么啊？因为需要迄个快，所以当时孔圣人对一个什么人在讲？伊甲我讲，男女授不亲的，孔圣人的设定。不完全修炼，伊讲设立完全修还了，设立不完全修灾难了。遐设若大堆水底咧，你甲救起来，迄是快，要救伊的快，迄袂使改咧。但是设立不完全修，你灾难你精神，孔圣人就把迄个出讲的我会，但是。
甲爱，就是不一样。因为伊无甲当作是，伊为着伊的需要，我为着你要经过这个所在，因会甲你，这是我的款，我的款，敢若我处理我的心中我无男女之间的那个界限，我不是女人，但是边啊这条伊的地主就这条线，咱今日咧想就是讲，今日咱在这份的内底当中。我毋是袂使跟你做伙，但是我甲你做伙的内底当中，我会抽出我心里的一把尺很清楚，我心里的一把尺我就清楚，安尼叫做一条，毋是讲我今日看到我就走啊离你，若安尼当中呢，你要怎做啊？你要怎成全人？那叫做款，迄个是叫做礼。但是伊这句话就甲你讲，实相。因为这个梦想之上，就是世间，爱和别离，这个物件，这个表象的形象，男女之情，伊是讲这凡所有相之相，因为讲迄个实相，迄个实相相在制造，迄个实相是讲你未来底当中，你无因为这个相来影响的。我上摆讲就是一个故事，较早咱平啊。无咧光大桥对不对？光大桥顺路有迄个什么，迄个啦，迄个电子型花车无？甚至电子型花车嘛是真正走路嘛，差不多，即嘛较无。迄个电子型花车咱就讲叫做拖油的地方呢。但是咱是讲这火车吼，迄个骑迄个牛仔刀。大标的啦，拜大标嘛，拜神明嘛，一牵线呢，哇，看一下电子型发出来，我嘛向咱每个走啦，走对内底去。我讲吼，就是电子型发出来啦，意思是讲，看到这物件有最高啦，伊是眼见幸福了，耳听幸福好，再看一看。我们不看就好嘛，所以你不要看你甩个头就好，何必你的照白下面照到这来电，那没有管到你，那么讲哦，那么是就要自找，所以眼干嘛眼见心不乱，被打到耳不听心不烦，不是眼不见心不乱，不是耳不听心不烦，不是这个道理。实相就是眼见心不乱，耳听心不烦。你要发现的境界。你才不上，你是不会跑嘛？所以你经过这些来发现，你像一样嘛，找比较啊，因为这个公司是上的道理嘛这就是咧讲，一般定为迄个一般的迄个道学一般定为世间，所以这个讲的物件所以不卡所以咱大家慢慢互相的取错啦性别的物件，先能够讲出来，迄个味较扫袂出来，嘛对实际嘛对性别来讲起来，嘛是会说，但是我做认真讲，我就讲讲袂出来，无认真讲，我凭男人讲，敢是安尼所以咱如果有不错的所在。那么咱这各位代表咱的指导，好讲唔对，大家讲，你这种大家讲，毕竟会员方面你会员收你讲听啊，唔对，大家要互相大家指，迄个指导起来嘛互相嘛，讲教学相长嘛是安尼嘛，咱讲这个所在，最后祝福咱各位身心愉快，身体健康，好，谢谢各位，谢谢。感谢目前的慈悲检讨员工，分到员工，地方向1255325以前到员工，在提供3提供。
鞠躬，三鞠躬，感谢父前人慈悲鞠躬。持架将夫妻俩五行三鞠躬礼前，大回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持架前人鞠躬，持架父前重架父前人鞠躬，重架前人鞠躬，分道一鞠躬，再鞠躬。